人類係地球上聰明有智慧嘅物種，我哋有思想、有意志力、有選擇嘅能力，亦都有語言文字可以同其他嘅人溝通，可以將智慧知識傳承俾下一代。亦都因為咁樣，人亦都係萬物之中更有能力可以控制一切，而呢一切都係上帝所賜予、所命定嘅。只不過喺人嘅心裏面就係存在住一種咁嘅野心，希望係可以掌握同埋支配世上嘅一切事情，或者就係要建立地上嘅權力勢力，以致我哋能夠支配其他嘅人。人嘅上進，人嘅智慧，反而成為咗我哋墮落嘅根源，反而成為咗我哋受到試探引誘嘅時候，成為我哋會跌倒嘅禍患。創世記第3章係一段描述人類墮落嘅一個傷心嘅故事。喺創世記第1章裏面展示咗上帝莊嚴嘅創造，第2章呢就展現咗人類始祖本身有嘅聖潔同埋幸福，都係上帝所賜予，上帝重視呢一個嘅關係。而去到第3章啦，就記述咗人類最初嘅犯罪，以致帶嚟一個致命嘅後果。人類嘅墮落，人類嘅罪性，上帝嘅震怒同埋咒詛係成個聖經當中一個重要嘅核心。如果冇創世記第3章嘅話，罪惡點解嚟到呢個世界呢？就冇辦法得到解釋啦。所以我哋睇創世記第3章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知道喺上帝創造一切係好嘅情況之下，點解仍然有罪惡喺世上呢？點解仍然會有人嘅惡念，人仍然會有呢一份嘅罪性呢？我哋打開創世記嘅第3章第1節，我哋一齊讀啦。耶和華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：上帝豈是真說，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？女人對蛇說：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，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蛇對女人說：你們不一定死，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們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惡。於是女人見那棵樹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，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造裙子。我哋讀到呢一度先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，喺呢一個伊甸園嘅裏面，唯有蛇呢係比田間嘅一切嘅活物更加狡猾。嗱，呢一度嘅狡猾嘅形容呢，其實係代表住聰明，係冇任何嘅正面或者負面嘅意思嘅，係代表呢蛇呢係更有智慧。喺蛇未受咒詛嘅情況之下呢，好可能呢蛇嘅形態呢係非常之吸引嘅，所以魔鬼撒旦呢就利用咗蛇嘅呢一份嘅聰明向夏娃說話。但係當我哋讀到呢度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留意啦。點解喺園裏面任何嘅動物都唔會講說話，但係今日條蛇竟然開口對佢說話？夏娃冇留意到呢一個本身就係上帝同人之間一個獨特嘅關係。上帝係用讓語言進入呢個世界，讓人能夠同佢溝通，讓人能夠互相溝通。但係喺呢一度，成個迷惑就係咁樣開始啦。因為夏娃冇懷疑到點解呢個蛇會開口說話呢？一定係背後有啲嘅力量，但佢冇去尋問，反而中咗呢一個嘅圈套。而喺一開始，呢條蛇就咁樣同夏娃講啦。佢話：上帝豈是真說？上帝真係咁講咩？唔俾你哋食園中所有樹上嘅果子嗎？夏娃呢就咁樣回答條蛇啦。佢話：園中樹上嘅果子我哋都可以食，
但係呢，喺園裏面嗰一棵樹嘅果子，上帝曾經講過：你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由呢一句說話開始，我哋就知道唔係淨係條蛇蠱惑啊，而喺人回應嘅說話裏面，我哋都能夠睇得見成個嘅誘惑就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。因為夏娃講咗一句上帝從來冇講嘅說話，就係也不可摸。上帝只係話園中樹上嘅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獨分辨善惡樹上嘅果子你不可吃，因為吃嗰日你必定死。但係夏娃就話也不可摸，因為你會死。呢一個可以話係夏娃一個誇張嘅表達，誇大咗上帝嘅說話，同上帝嘅禁令其實完全無關嘅。但係呢一句說話呢，應該就係夏娃自己心裏面諗出嚟嘅，因為佢冇在意留心上帝真正嘅說話係乜嘢，又或者呢，佢對於上帝呢番說話呢，係表示出佢嘅不滿，掂都唔准掂啊，好似有寶咁樣啊，話我哋食咗呢就會死咯咁樣，可能係佢係咁樣嘅意思，輕視咗上帝嘅說話，甚至乎呢，增加咗自己一啲嘅意思喺裏面。第二方面啦，夏娃亦都削弱咗上帝說話嘅嗰種嘅嚴肅。因為佢話免得你們死，但係上帝嘅說話係必定死。上帝所講嘅係講明，如果你犯咗呢個禁例，你必定會進入死亡嘅裏面。但係當夏娃複述呢句說話嘅時候，佢只係講免得你哋會死，輕視咗上帝呢一個嘅禁令。第三方面啦，夏娃其實明知蛇嘅說話呢係違背上帝嘅，因為條蛇呢係質疑上帝嘅真實性，係質疑上帝嘅吩咐，但係呢，佢仍然將自己擺喺同蛇嘅對話之中。我哋就可以知道，人嘅墮落就係由呢一刻開始啦。因為人將自己擺咗喺同罪惡接觸嘅關係嘅裏面，人嘅叛逆、人嘅罪性就喺呢度被引發出嚟啦。其實比我哋行嘅一切嘅惡事更加嘅深刻，因為呢一個嘅罪性，呢一個嘅叛逆，係建立咗我哋走向罪惡犯罪嘅一個嘅傾向。當你睇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知道，人從起初其實就已經想突破上帝嘅管轄，唔中意受到限制，唔中意有規矩，想要掌管自己嘅生命嘅控制權，亦都係不斷努力嘅嘗試去掙扎脫離上帝嘅管轄。所以當人未曾認識上帝嘅時候，當我哋未相信上帝嘅救恩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好怕受到聖經嘅規限，唔中意人哋同我哋傳福音，唔中意人同我哋講耶穌。因為每當打開聖經嘅時候，就會睇到好多人嘅軟弱，人嘅罪性，覺得自己呢冇辦法做到聖經嗰個標準。聖經一打開就好似揭示咗我哋嘅羞恥一樣，所以人唔願意接受呢個嘅福音。然後蛇就繼續同女人講啦：你哋不一定死。呢個就係整件事嘅迷惑嘅核心。點解上帝後來會懲罰蛇呢？係因為蛇藉住呢一番嘅說話，讓人陷於迷惑嘅裏面。你不一定死，唔一定噶，因為上帝知道你食嗰一日，你嘅眼睛就會明亮，你哋就會好似上帝咁樣，能夠知道善惡。嗱，其實蛇喺呢度呢，係並冇講錯說話嘅，但係佢誤導咗、引導咗人進入咗呢個試探，違背咗上帝嘅吩咐。於是個女人見到呢棵樹上嘅果子，望下望下呢，就越睇越覺得靚，越睇越覺得吸引。係咪食咗真係會眼睛明亮，好似上帝一樣可以分辨到善惡㗎？所以呢棵樹就叫做分辨善惡樹啦。夏娃喺度受到嘅引誘，就係世界上嘅事情帶俾我哋一啲嘅迷惑，好似約翰一書所講，係眼目嘅情慾，係肉體嘅私慾同今生嘅驕傲。果子好做食物，係肉體嘅；悅人嘅眼目係眼目嘅情慾，甚至乎呢可以使到人有智慧。哇！呢一個係佢今生嘅驕傲，係人生裏面嘅一個超越自己、突破自己一個嘅關鍵，更加可以同上帝一樣。呢一個係非常大嘅誘惑。於是就摘下果子來，自己食咗，又俾佢嘅丈夫，佢丈夫亦都食咗。發生咩事呢？第7節，佢哋兩個嘅眼睛就明亮了。好似魔鬼撒旦所講嘅一樣，食嘅時候你嘅眼睛就明亮啦，你分辨到善惡，才知道自己係赤身露體嘅，先發現哎呀，原來我冇着衫。佢真係分辨到善惡啊，
先至睇到自己原來係咁醜惡嘅，冇着衫咁羞恥。於是佢哋自己就即刻走去揾無花果樹嘅葉，為自己編造裙子遮住佢哋嘅身體。魔鬼嘅迷惑進入咗人嘅心，藉住一番嘅說話，藉住眼目嘅情欲、肉體嘅私欲同埋今生嘅驕傲，讓我哋陷於試探引誘嘅裏面，並且面對試探引誘嘅時候，人嘅罪性就會爆發，冇辦法抵抗。聖經裏面都話，我哋唔係要迎向試探，進入試探嘅裏面，就好似我哋喺主禱文當中嘅禱告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我哋係要逃避離開呢個嘅試探，亦都好似聖經所講，要逃避少年人嘅私欲，唔係進入咗呢啲嘅試探引誘裏面去抵擋，唔係，係要逃避，並且要清心嘅去禱告。故事嘅發展係點樣呢？第8節我哋一齊讀啦。天起了涼風，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，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，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。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，對他說：你在哪裏？他說：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，我就害怕，因為我赤身露體，我便藏了。耶和華說：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？那人說：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：你做的是什麼事呢？女人說：那蛇引誘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上帝對蛇說：你既做了這事，就必受咒詛，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，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，你要傷她的腳跟。又對女人說：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，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。你必戀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轄你。又對亞當說：你既聽從妻子的話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，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，你必終身勞苦，才能從地裏得吃的。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，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。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歸了土，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塵土，仍要歸於塵土。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為她是眾生之母。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。我哋讀到呢一度，故事嘅發展就係一陣涼風吹過，形容上帝喺園當中行走。亞當同夏娃聽到上帝嘅聲音，就匿埋喺樹木之中，躲避上帝嘅面。上帝就問佢哋啦：你喺邊度啊？亞當就話啦：我喺園中聽到你嘅聲音，我好驚啊，因為我冇着衫，所以我匿埋咗。上帝話：邊個話俾你聽你冇着衫？即刻就知道，其實可能上帝一早已經知道。問翻亞當，希望亞當俾一個好好嘅回應。莫非你就係食咗嗰個我吩咐你唔可以食嘅嗰棵樹上嘅果子嗎？亞當嘅回答並唔係認錯，反而將個責任推咗落去女人嘅身上。佢話：你賜俾我嗰個與我同居嘅女人，佢將嗰棵樹上嘅果子俾我，我就食咗啦。亞當嘅回應呢，係將個女人擺出嚟，將夏娃擺返上帝面前。但係如果你更仔細嘅去睇，其實佢講嘅說話唔係將個責任推咗喺夏娃身上，係推咗喺上帝嗰度啊！係你所賜俾我嗰個同我同居嘅女人，即係話一切嘅事唔單止係夏娃，更加呢係上帝，你都有責任嘅。係因為你讓呢個女人進入我嘅生活裏面，你讓佢出現，以致我今日犯咗呢個嘅錯。咁上帝轉個頭就去問個女人啦：你究竟做咗啲乜嘢事呢？夏娃呢又嘗試將個責任推咗落去啦。佢話係嗰條蛇引誘我嘅，於是我就食咗啦。於是上帝就轉個頭同條蛇講啦，蛇亦都冇再喺呢度開口說話，冇喺上帝嘅面前再繼續說話。上帝就同佢講：你既然做咗呢件事，你就要受咒詛，比牲畜野獸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吃土。所以好可能就係我哋而家見到蛇嘅形狀，
就係冇手冇腳一條嘅，用個肚喺地下度躝下躝下咁樣行。但喺第15節嘅時候，上帝講咗一番嘅說話，呢番嘅說話可以話係創世記裏面一個對於人點樣去處理罪惡嘅問題，上帝帶出咗一個充滿住恩典，帶嚟咗拯救嘅一個嘅預告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，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，你要傷她的腳跟。呢一番嘅說話喺我哋後來睇聖經嘅時候，我哋會知道，好可能女人嘅後裔就係暗示住上帝宣告彌賽亞嘅來臨。女人嘅後裔就係揭示咗從童女而生嘅耶穌，因為世上嘅人都係男人嘅後裔，係男人同女人結婚結合之後，佢哋能夠生出嚟嘅下一代。但係唯獨耶穌係由童女所生，而耶穌要與魔鬼撒旦彼此為仇。後來甚至乎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嘅犧牲，然後從死裏復活，係要完全傷害咗魔鬼嘅頭，因為佢以冇罪嘅擔當咗人嘅罪，抵消咗罪嘅工價，就係死亡嗰個嘅意義。呢個亦都係上帝處理罪惡嘅問題。要知道有流血嘅代價，以無罪嘅祭牲去擔當咗人嘅罪惡，呢一個亦都係基督拯救嘅意義。然後啦，上帝就對女人講啦：當你犯咗呢啲咁嘅錯嘅時候，佢懷胎嘅苦楚必會多多嘅加增。對亞當所講嘅就係本身呢個園裏面所有嘅果子你都可以食，地上嘅土產係為你所出嘅。但係而家呢，就講到，因為咁嘅緣故，地會為你嘅緣故受咒詛，人要終身勞苦，先至可以喺地裏面得到食物。當我哋諗到點解而家啲媽媽懷胎10月咁痛苦，生產嘅時候咁艱難，點解人要終生勞碌工作好耐先至捱到去退休嘅時候呢？呢個都係源於人嘅罪性，以致我哋得罪咗上帝。呢一個係我哋嘅懲罰。但係喺懲罰嘅背後，我哋能夠睇得見嘅，上帝仍然有恩典，上帝仍然願意拯救。亞當犯罪之後，佢嘅反應首先係為自己用樹葉、無花果樹嘅樹葉去編織咗裙，去遮蓋佢嘅羞恥。做錯咗事，冚住佢，唔好俾人知道。佢匿埋喺樹林裏面，拒絕去面對現實。甚至當問責嘅時候出現，佢將佢嘅責任完全嘅推卸咗俾女人，推卸咗俾上帝。女人亦都將個責任推卸咗俾條蛇。雖然喺第3章嘅裏面，其實完全冇記載到人係為佢哋自己犯過嘅錯而悔改，甚至乎佢哋完全沒有任何嘅答辯，冇任何嘅認罪。只不過喺上帝嘅懲罰嘅方式裏面呢，我哋都睇見嗰份嘅恩典。當上帝首先懲罰蛇嘅時候，上帝亦都帶出咗耶穌基督將會嘅出現，點樣以無罪嘅擔當我哋人嘅罪惡。上帝就藉住呢一個嘅方法，讓人始終可以能夠得救。聖經裏面所講，罪因一人而來，就係亞當夏娃嘅犯罪，佢哋嘅罪性進入咗我哋嘅心裏面，令到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一個罪性嘅基因，會傾向係犯罪做惡事。但係救恩亦都因一人而出，就喺耶穌基督嘅身上，十字架上邊擔當咗我哋嘅罪。佢嘅寶血洗淨我哋嘅罪孽。亞當佢犯罪嘅後果就係佢失去咗權柄，失去咗快樂，失去咗第4章會講到人應該有嘅良善，失去咗聖潔，失去咗平安，失去咗佢自己嘅生命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沉重嘅代價，而人類正正係因為要僭越上帝而跌入咗一個咁樣嘅後果之中。第22節，我哋繼續讀落去啦。耶和華上帝說：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，能知道善惡。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，就永遠活着。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，耕種他所自出之土。於是把他趕出去了。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，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。上帝亦都深知道
人一定會諗另外啲嘅計謀，點樣去奪取呢個生命樹嘅果子。當食咗生命樹嘅果子嘅時候，佢哋就能夠脫離死亡。於是就將佢哋從伊甸園趕咗出去，並且呢派天使基路伯就係天使，係守護上帝聖潔嘅天使，去守住通往生命樹嘅道路。將亞當同夏娃逐出伊甸園，既係懲罰，但其實亦都係一個仁慈嘅做法。因為如果人喺呢一個狀態之下，喺罪嘅問題冇得到解決之下，去進入咗永遠嘅生命嘅話，佢哋只係長遠嘅被困喺一個被隔離同埋死亡嘅狀態。唯獨當人能夠藉住上帝嘅方法處理到我哋罪性嘅問題，我哋先至能夠從罪惡嘅枷鎖當中放開呢一個嘅捆綁，我哋先能夠得到真正嘅自由。真正嘅自由唔係我哋能夠為所欲為，真正嘅自由係唔需要我哋特別去做一啲嘅事情。真正嘅自由就係要讓我哋脫離世間情欲嘅轄制。我哋低頭祈禱。天父上帝，創世記第3章俾我哋知道人點解遠離咗你，人從乜嘢嘅情況之下我哋得罪咗你。懇求主你饒恕赦免我哋嘅罪。雖然我哋好難去接受，唔明白點解亞當同夏娃會咁樣去得罪你，唯一嘅規條都唔能夠遵守。但係當我哋細想一下嘅時候，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咁樣嘅傾向。天父懇求你饒恕。如果我哋喺主你嘅說話裏面有增添、有刪減、有唔願意去領會嘅，懇求上帝你提醒我哋。又或者我哋運用主你嘅說話去成為咗我哋逃避責任嘅一啲嘅方法，懇求主你饒恕。天父就求你幫助我哋，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，求你嘅靈引導我哋，讓我哋喺主你眼前蒙恩，知道上帝你嘅心意、你嘅計劃。縱使我哋有軟弱、有罪性，但係你一早就已經俾我哋知道解決問題嘅方法，藉着耶穌基督嘅拯救，你讓我哋能夠重新與你有一個復和嘅關係。天父，感謝你嘅恩典，感謝你從起初人犯罪嘅時候，你就已經設立拯救，讓我哋有機會得救，並且能夠進入主你嘅永恆生命之中。我哋喺將來有盼望，我哋喺你審判嘅台前能夠站立得住，因為耶穌基督嘅拯救。主，多謝你，願意聖經嘅說話進入我哋嘅心，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哋得罪你。我哋咁樣同心祈禱，係奉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